歡迎大家再次收睇馬迷智頻道。10月22號谷草椰賽圓滿結束，今晚我哋嘅心水提供，好彩兩者都順利勝出，但係智友們就唔好介意賠率過熱。雖然獨贏就熱啲，但係天星嗰場就中咗4重彩，賠率都唔錯㗎。希望幫到智友們贏錢啦，亦都請大家多加留言集思廣益。今日有匹馬值得留意，亦都會提供星期日嘅心水，記得由頭睇到尾啊！馬迷智嘅成立目的係同廣大馬迷分享一啲揀馬心得，一齊以小博大，刀仔鋸大樹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，就記得訂閱啦。潘頓今晚就順利贏取咗香港嘅第1900 win，相信呢個紀錄都非常困難有人可以破得到。計我預計潘頓仲有多2季嘅策騎，分分鐘贏到頭馬上2100場以上。嚟緊11月2號，見習騎師黃寶妮就開始喺發育谷上陣，唔知可唔可以有減磅之利，拎翻多幾場頭馬，等冠軍騎師潘頓冇咁容易攞到騎師王呢？我最喜歡嘅練馬師，我亦之前集數都講過，今屆冠軍練馬師黑馬分子嘅廖康銘，唔單止連贏咗好多日，今日仲連贏咗幾場添。智友們嚟緊嘅日子都一定要多加留意佢嘅出賽馬匹，佢係一個唔理冷熱都會去馬嘅練馬師嚟嘅。深立演藝特約，上將有好嘢。今晚嘅跑道形勢極利前置，貼欄慳位嘅馬匹，心水清嘅智友們都應該知道，今晚嘅跑道形勢，我哋需要揾一啲留到最後衝一段而接嘅馬匹為我哋嘅備謀馬嘅。原因係馬匹做到呢啲走勢，佢哋就係反趨勢馬。今晚有幾隻馬都做到反趨勢嘅，咁我哋就揀咗一隻同大家分享，佢就係第2場10號由大榮馬房嘅焦點。焦點排住12檔起步，出閘馬反應都係一般，可能排咗個最外檔。騎師周俊樂見到出閘慢咗，就順其自然將焦點留喺後面嘅位置度競跑。騎師都相當機警，好快就將焦點留喺後面貼欄位置度跑啦，因而慳咗好多位。可能前邊嘅步速比較慢，前面啲馬就塞埋一嚿，所以騎師周俊樂就慢慢將焦點拉咗去外搭3位轉入直路，因而蝕咗好多位。雖然係咁，去到臨尾200米，周俊樂先開始打第一下提示邊，焦點就以勁勢上前。今晚跑道形勢實在太利前置，所以焦點個勢就算點勁都好，都只能夠跑得接近。如果健康正常，相信焦點今季好快有頭馬交出。上個星期祝願贏咗3級賽，嚟緊星期日亦都有場2級賽精英碗上演。當日嘅出賽戲碼都可以話係星光熠熠，某一啲嘅明星馬都揀咗喺當日出賽，為12月份香港舉行嘅國際賽作出準備。所以今個星期日就正為今季香港賽馬重點賽事打開咗序幕。相信智友們都應該知道，過咗12月份嘅國際賽事，下一個嘅香港馬壇重要賽事就係4歲系列賽。而家除咗每次跑馬要睇賽績之外，都要留心一下馬匹嘅進度幅度。當然要知道馬匹有否進步，都要多啲睇翻馬匹陣上嘅走勢、神操片段等等，咁樣就會比較容易揾到啲4歲系列賽嘅寶藏。我嘅意思並唔係你揾到一匹馬幫你喺4歲系列賽度贏到錢，而係揾到呢匹馬嘅時候，佢未到4歲系列賽之前嘅賽事都已經幫你贏咗幾次錢啦。其中一匹我今季4歲系列賽嘅寶藏就係啱啱贏咗馬嘅火焰閃爍。我個人認為能夠參加到4歲系列賽嘅馬匹，大約有30%之後嘅競賽成就都唔錯嘅。有啲唔單止陸續有頭馬交出，甚至喺國際賽，甚至喺國際馬壇都攞到好好嘅成績。遠啲嘅時候，2005年打比冠軍爪王凌雨，唔單止喺香港贏到國際賽，甚至可以遠征杜拜都可以攞到嘅冠軍。近期嘅打比冠軍又可以揚威國際馬壇，就一定要數到浪漫勇士。而我今次嗰2場嘅心水推介，咁啱都係參加過上季嘅4歲系列賽。佢哋4歲系列賽之後都仍然交出到好成績，可以見到上季嘅4歲系列賽水準都相當之高。我嘅重點推介馬將會列陣2班16米大衛希斯馬房嘅球星，呢一匹馬嚟自澳洲5歲嘅 PPG， 見到佢嘅準程度同埋入3級嘅路程範圍，就令我聯想到90年代初我最敬重練馬師愛倫所訓練嘅金銀城。呢2匹馬最大共通點，亦係好少馬可以做得到嘅，就係佢哋入位嘅路程範圍，由最短途嘅1000米去到最長途嘅2400米，都係入到位。我印象中可以做到嘅馬匹係少之又少。2匹馬同樣地都係中心準繩，喺賽事上高，只要有形勢許可，有位衝，就必定可以交出強橫後勁俾騎師。好似啱啱季初052場次，球星就正表現出中心準繩同埋膽識個人嘅特性。球星排住14檔起步，出閘反應都相當之快。由於排咗最外檔，騎師部門就刻意將球星留喺後面嘅位置度競跑，沿途都算慳咗位。進入直路嘅時候，由於頭2段嘅段速都唔算快，馬群都塞埋一嚿，所以部門就打算將球星移出外搭度衝。可惜去到臨尾200米先真正嘅有空位，去到最後100米先至可以用力推騎同埋打邊，咁都可以衝到個第5。明顯地馬匹已經具備咗作戰水準。今次唯一嘅擔心就係佢負重磅，但係球星本身嘅體重都超過1100磅，亦都試過負重磅贏馬，相信今次可以成為我哋嘅穩膽。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第6場嘅心水，我哋要
2號、球星8號、遙遙領先3號、有目共賞4號、康樂高球。另外一場嘅推介馬就係嗰場2級賽1200米嘅精英碗，同樣地我嘅心水推介都係上季參加4歲系列賽嘅，之後佢喺其他賽事都攞到頭馬，佢就係嚟自葉楚航馬房，啱啱今季062場次贏咗嘅舉步生風。舉步生風係一匹紐西蘭5歲嘅 PPG， 喺香港出賽咗13次，已經攞到6個嘅 winner， 次次都有獎金收，亦都係葉楚航馬房比較少有演出咁準成嘅馬匹。今次我揀佢做推介俾大家，並唔係因為佢上次輕鬆贏咗1000米嘅賽事，而係有另外2個嘅原因。首先，今次係跑翻自己首本路程1200米。第二，佢今季008場次嘅時候，喺個不利放頭嘅情況底下，仲要喺自己唔擅長嘅1400米路程，咁都可以跟前攞到第4，相信呢匹馬仲有分喺手。舉步生風排住10檔起步，出閘嘅反應都相當之快，可能排咗個外檔，騎師潘頓都刻意將舉步生風推喺前面嘅位置度競跑，可惜前面有匹健康愉快霸咗條內欄，令舉步生風要沿途而踏。雖然唔係蝕好多位，但係當日一個極不利前節跑快跑道形勢裏面，佢都可以輸俾後上嘅馬匹4分3馬位咁少，同佢一齊拍住放頭嘅健康愉快末段力弱之後再出都贏。今次好大機會幫葉楚航贏翻場2級賽，目標直指12月份嘅國際賽啦。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。第8場嘅心水，我哋要4號、舉步生風、6號、精算暴雪、1號、驕陽明區、5號、包裝天象。民以食為先，辛苦揾嚟志在食。平日翻工，公餘時間仲要跑馬咁辛苦，梗係想食翻餐好嘅去慰勞下自己啦。位於金巴利道 The Vigo 入面，無論主食定係小食都非常出色，特別係佢隻招牌炸髀，真係我近年食過最好味嘅，咬落去皮脆肉嫩，香脆多汁，平民價頂級之味。食翻隻美味炸雞髀，贏馬過關易到痹。而家摯友們有福啦，快係馬迷誌嘅訂閱者去到金巴利道 The Vigo， 堂食享有全單9折優惠，摯友們萬勿錯過啊！最後都希望馬迷們幫我哋點讚、訂閱、撳埋個鐘仔，接收我哋第一手嘅資訊，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集思廣益，作深入嘅賽馬交流。最緊要就係分享埋俾你中意跑馬嘅朋友啊！祝大家贏多啲，我哋下集再見。